你自己攞啊。頭先我同你有講咗。你同我收，你同我收，你同我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今晚一個至聖嘅，我哋主耶穌基督由死亡到人生命，教會邀請全國各地嘅子女團聚一起，走嘅前路，讓我哋重新嚟到舉行聖事，變成祝福嘅經歷。基督的光，感謝天主。基督的光。教友唱大唱嘅答句嘅部分。讓我哋靜心聆聽天主聖言，默想天主喺過去。恭讀創世紀，在起初，天主創造了天地。天主說：上主向梅瑟說：你為什麼向我哀號？
他結合，也要藉着同他相似的服。天主在天手。恭讀聖路加福音。在加里肋亞時，怎樣告訴你們說，人子必須被交付於罪人之手？嘅慶典嘅核心就係逾越。所謂逾越者，即係通過死亡而達至復活。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講嘅，假如基督冇復活，要加入基督教會嘅團體咧，係必須要領受洗禮聖事。咁後來咧，去到4世紀，各位兄弟姊妹，行國字。現在讓我哋跟同整個教會全體聖人為後死者祈禱。請大家翻開《禮儀書》第68頁，一齊同唱《諸聖禱文》。收完吧。月光，我死因及子，請大家聖神之名，阿們。各位新教友，藉住洗禮，你哋已經死於罪惡，獲得永生，成為基督嘅門徒。你哋現在既穿上呢件純潔嘅白衣，就要保持純潔無瑕。各位代父母，請將基督之光傳遞俾新教友。
由，祝聖佢哋，使到佢哋更相似天主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主藉此日嘅領受天恩聖神，祝你平安。領受天恩聖神，藉此日嘅領受天恩聖神，領受天恩聖神，祝你平安。因嘅領受天恩聖神，因嘅領受天恩聖神。恭喜！請為普世教會祈禱，祈求救主恩賜教會喜樂，在主的愛內團結山谷，上前行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哋祈禱。領主令請大家翻開禮儀書第88頁，我哋一齊領唱《基督是生命源》。禮儀書第88頁。